主后2023年1月初6，每日圣安宫读经，漂流伫大水顶面的柴箱仔。咱来读圣经创世纪第6章第1节到22节。人类伫地上人野若加天，嘛有生查某囝。上帝囝看到人的查某囝水，就拣家己意爱的来做某。上主讲：人既然属会死的肉体，我的神就无要永远住伫因内面，因的岁数会当到120岁。上帝的囝甲人的查某囝同房生囝，对迄时起，世间就有大汉人。因是古早出名的英雄。上主看见人伫世间犯罪真重，逐日的心思意念拢是邪恶，就因为伊造人伫世间感觉遗憾，心艰苦。上主讲：我要对世间造灭我所创造的人，嘛要消灭走兽、特别的动物甲飞鸟。因为我造因了后，感觉遗憾，只有那得到上主的恩典。那是义人，伫迄世代的人中间是顺全正直的人。那甲上帝同行。那有3个囝，闪、含、甲雅弗。世界伫上主的面前败坏，充满强暴。上帝看世界拢败坏，因为人伫世间会行做邪恶。上帝对那讲：我决定要消灭所有的活物，因为因的强暴充满世间。我要将因甲大地做一个毁灭。你着用青碧茶做大船，船内架房间，内外顾担仔架。你着安尼造大船，长133公尺，宽22公尺，悬13公尺。着做天窗，悬44公分，门做伫船边，船着做3层，分上中下。我要互大地大水泛滥，毁灭天的所有的活物，地上所有的生物拢会死。毋过，我要甲你立约，你甲你的囝、你的某、你的新妇，拢着入去大船内面。所有的活物，逐种一对，一只公的，一只母的，你着带因入大船，互因甲恁做伙保全生命。飞鸟、精生甲特别的动物，各照因的种类，一对一对带入船，保全因的性命。你着为着恁甲遐个动物积聚逐款的食物，那就拢照上帝的命令去做。漂流伫大水顶面的柴箱仔。当人类伫地上开始人野增加，社会却不断累积。有权威的人用上帝的囝的名，专怀强娶美貌女子做某。上主看见人个个败坏，爱做歹，怀恶念，就伤心告急。伊后悔造人伫地上，决意要将人类对地上灭除。亚当、夏娃犯罪堕落的时，土地受咒诅。该阮刣亚伯了后，土地受刑罚，无阁替人生产。到那个时代，人类已经邪恶到无法度扭转。大地因为人的邪恶受败坏，人的罪恶殃及所有的动物、虫豸和飞鸟。
当人类恶贯满盈的时，仅存一个甲上主密切交往的那是当世好人。唯一的好人那生活伫邪恶的世代，诚做人类生命延续的希望。当上主介入邪恶世界，决意要用大水灭绝全地人类和动物的时，主动甲那立约，要拯救伊和因一家人的性命。世界灭绝以前，上帝为世间唯一的义人主动立约，上主要拯救义人，那一家人也因为伊的义得到救。上主阁吩咐那带逐种类的走兽、特别的动物和飞鸟上船，保存因的性命。上主拯救的方式是吩咐那用木材建造一只互现代人称作是方舟的船只。这只船其实是一个四角形的柴鸭仔，伊是按照上主的设计蓝图所建造的。上主设计的方舟是为了要伫大水来临的时，成做生命的避难所。特别为那一家人和逐种动物打造的方舟，长133公尺，宽22公尺，悬13公尺。若将这只船放伫台湾现代的国小操场，就好亲像是伫跑道苦地的范围内去做一座四角形的木屋。上主设计的方舟无个奖，也无大，因为伊毋是用来航行，也毋是人会通操纵方向的船只。其实，伊只是一个具有漂浮功能的四角形的柴鸭仔。当大水来临的时，这个方舟是生命唯一的避难所。大水来临的时，方舟要漂流去倒位是无人通控制。大水消退时，方舟会停靠伫倒位，也无人通知晓。生命要归向倒位，只有仰赖上主的带领。大水来临以前，只有上主知影雨势会偌大，大水会偌猛烈，泛滥的时间会偌久，甲大水伫时会消退。若无顾人的善笑，伫好天好日的天气，顺服上主的吩咐造方舟，照上帝所设计蓝图伫船内造房间，船会内外高担仔架，搁安装船顶的天窗。伊搁照设计将船舱分做上中下3层，伫船边楼门。除了住宿的需要，也为了家己和动物躉藏逐种的粮食。伫昔日罪恶的世代，一个义人顺服上主的吩咐，造方舟，也就是大船，诚侪生命的避难所。若信靠上主的带领，互人类和动物的性命通得到延续甲保存。今仔日世界还充斥着罪恶，教会有诚侪生命的避难所啊无？日想，生命拄着大水泛滥的时，我伫无法度控制方向的方舟内面，是毋是安心信赖上主的带领？生命拄着大水泛滥的时，我伫无法度控制方向的方舟内面，是毋是安心信赖上主的带领？咱来祈祷，主爱天父，求你帮助我，成做你所喜悦的人，密切甲你交往。当大水泛滥的时，
赐我避难的方舟。你坐咧做王，我专心信赖你的带领。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